悄然，唯有淡淡兮來過無情意。尋的師傅共同道傳愛。尋的師傅。下一個項目將會由中華太極社表演春秋大刀嘅，咁而喺中華太極社表演完春秋大刀之後呢，就由陳海梅師傅呢就表演洪聖蔡李佛洪聖拳嘅，咁請陳海梅師傅預備。樓上獨憑欄，庭中鼓聲傳，裊裊挪撒入馬落下斑斕，一江春水緩緩流，四野悄然，唯有淡淡兮來過無情意。喺一間嘅春秋大刀完咗之後咧，將會由陳海梅師傅表演，李克章太極學會表演。咁麻煩陳海梅師傅同埋李克章太極學會咧，就去召集處嗰度服務。另外咧，泉水分簡麗華師傅同埋陳的師傅，亦都麻煩你去召集處嗰度服務。庭中鼓聲傳。由於陳海梅師傅未到，所以由另外一隊陽光太極之友先表演。